在泰国坐嘟嘟车游览市区之美，品尝美味客家料理之后，也想要好好逛逛当地的私宠。因为吃了这么多客家美食，真的很想去看看他们的私宠是不是跟台湾一样，也有丰富的在地食材。你看，这个是玉米哦，烤玉米，他做的，他已经把它削下来，让我们方便吃。哦，好，那我要这个。这一个，然后这个是古老的做冰淇淋的方式，这应该有50-60年的时间。这很特别。要不要吃？好啊，好啊。那我们就拿2只来吃。到泰国的安帕瓦私宠，就会发现新奇的事物相当多。而且私宠度马给都麦，看看这个椰子冰淇淋也很对我的胃。Thank you。谢谢，真的看。这个私宠很特别，私宠度马给都麦哎。对啊，什么都有。里面还有嘞，很多。真的哦。对。那我想要吃这个，然后再到里面逛一逛。吃的喝的，这个私宠什么都有。水上人家就在水面上做生意，把烤炉跟生财工具搬上船，就是特色十足的小摊贩。卖的是新鲜现烤的海鲜料理，不论是鱿鱼、烤鱼还是大明虾，阵阵香气扑鼻而来，令人垂涎3尺。真的像小赖哥说的，在泰国私宠度马给都麦。好鲜哦！头台真的好吃的，真的哈。它的头台油的。小爱哥，这个私宠真的很特别，它连海鲜都有啊。对啊，泰国海鲜很丰富，因为2面临海，泰国的土地位置地理位置很好。临海2个海，一个太平洋，一个印度洋，很丰富哎。对啊，而且很便宜。水上人家在私宠烤海鲜、卖海鲜，也是泰国独有的人文风景。难怪很多人说，想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深入当地的私宠。来泰国的私宠，真的会觉得不虚此行。水上人家吃苦耐劳，在地美味甜了味蕾，也甜了心情。泰国私宠令人印象深刻，因为私宠度马给都麦。